第52個賽日，3月9號沙田日馬最新嘅飛數異動，截飛時間11:30，開跑時間12:30。上戰嘅入圍成績，重飛提供3匹，入圍2匹；落飛提供18，入圍12；回飛提供6，入圍4。重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3場4號天星，全飛拉動4.77，力度3。第5場8號超加加4.49，力度2。第7場5號得心之語5.06，力度1。第8場5號神虎龍區7.53，力度5。6號合夥奔馳3.98，力度1。落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2場4號金風萬里1.41，力度2。7號加冠王0.88，力度2。8號旺旺快區1.44，力度3。第3場8號鼓浪好友0.98，力度3。第4場3號美麗在線0.32，力度1。第5場2號運來勇士1.33，力度4。5號御有進區2.11，力度5。6場3號嘉應巨星1.07，力度3。5號威武年代1.33，力度3。第7場7號自跑得0.92，力度2。第9場3號進翼快車0.34，力度1。5號鐵金剛1.29，力度4。8號糖不甩0.84，力度3。第11場6號神池1.33，力度4。9號立八村1.36，力度4。回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1場1號桃花多負1.94，力度1。2場12號超越名區5.7，力度2。第3場9號黑白3.11，力度1。第4場12號銘記之友1.53，力度1。第5場1號越野大師2.95，力度2。7號贏得自然1.13，力度1。10號星火燎原1.64，力度1。第7場3號假面騎士5.8，力度3。第8場2號幸運有理13.72，力度4。第9場11號穿甲戰鷹5.07，力度2。第10場5號遊龍串鳳3.58，力度2。10號但求開心3.22，力度1。那馬系列突擊馬，第2場3號手錶之星，非佔比8.46，全飛拉動0.33。第4場8號冠寶區，佔比8.02，拉動2.87。第5場2號運來勇士，佔比8.77，拉動1.33。第6場3號嘉應巨星，佔比9.07，拉動1.07。第8場6號合夥奔馳，佔比9.69，拉動3.98。第10場7號難以置信，佔比7.41，拉動0.12。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會馬上通知你㗎喇，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啊！唔該晒。